那么，秦明小姐想好要告诉他们，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吗？这个选秀本身就是一个闹剧，根本就没有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他们早就内定好了冠军，我们只是来做一个陪衬而已。秦小姐，不好意思，可能是我们的选手和我们的主办单位之间有一点小小的误会，但是喂，小刘，马上按第2套方案执行，节奏要快，不能给观众过多的思索时间，抓紧。这位先生，请您安上了。这件事不要激动，这位先生。请保安维护好现场的秩序。看来我要先回去一趟。我今天表现好吗？非常好。你知道吗？你做了一件很多人都不敢做的事儿。你这是为民除害。老公，谢谢你。不要想太多，你就是冠军。陈总，我们现在这都不知道该怎么。抱歉，帮你安静一下。抱歉大家受惊了，我是本次大赛总决赛赞助商聚美优品的 CEO 陈欧。刚才让现场的观众、嘉宾、评委老师们，还有电视机前的您，受到一些意外的刺激。其实这都是我们这次比赛，我们准备一些小小惊喜。台上每个选手都是才艺双全，但聚美优品的形象大使，我们要求他一定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设计了一个小的环节，特殊的环节。我们在比赛开始前和每个选手谈条件，以此考验他们的道德水准。到目前为止，秦丁小姐以其刚直不阿的表现，赢得了此次比赛。所以今天我宣布，聚美优品下年度的形象大使是我们的秦丁小姐，谢谢。我怎么就觉得这话不像是主持人说的？考验选手的职业操守，肯定不是。不过这主持人反应也太快了吧？假作真实，真亦假呀！什么意思啊？来，我问你啊，你之前放弃了比赛，会不会后悔？不后悔。那就由他们说喽。寥寥数语就能力挽狂澜，漂亮。通过这次这件事儿，我的项目经理该下课了，差点被他们弄出大丑。秦小姐现在不方便接受采访，对不起各位，秦小姐现在不方便接受采访。秦小姐，您是怎么知道这次节目背后的暗箱操作？你交易潜规则了吗？秦小姐，请问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了这个消息的呢？秦小姐，您知道这次的内定冠军是谁吗？秦小姐，刚才聚美优品的陈总力挺您，请问你们是老相识了吗？秦小姐，我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，他现在不方便接受采访。有什么问题，你们明天或者后天你们去问他的经纪人，好不好？现在是这样。秦小姐你好，恭喜您获得了本次比赛冠军。麻烦请您跟我回演播大厅领奖吧。别照。
耀姐，恭喜你成为聚美优品形象大使。你今天表现出来的这种正直、这种真性情，让你成为了自己的代言人。你的美丽事业，聚美优品将会终身赞助。恭喜！太牛了，这个秦兵，可以啊！刘一鸣，刘一鸣，快出来，今天拿冠军了！对，帮我订一个明天最早的航班去海州。好，谢谢。你要去哪儿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大半夜的，你又发什么神经病啊？过两天我爸过生日。是吗？是。是吗？是。是不是？不回答也没有关系。我知道嘛，一整个晚上不知道梦妮儿去哪儿了，当然该着急了，所以明天就该回去了，对吧？不是。狡辩也没有用，就是。你是不是真的要回去？刘一鸣，你就不能好好的拍几天戏吗？这才几天呢，你又要回去？那是不是之前我说的那些话，你都把我当耳旁风了？行，你回去吧，我再也不会管你。刘一鸣，我告诉你。你就是一逃兵，你过去是，现在是，你将来还是。我怎么逃兵了？你说你怎么逃兵了？你给我爸过生日怎么了？你爸是过生日吗？刘一鸣，我告诉你，瞎了眼了我！少跟我说这些废话。你们不知道这种事情的后果有多严重吗？名誉损失了，一辈子都找不回来的。现在跟我说好话求情了，我告诉你们，这是你们自作自受。好吗？别跟他们生气啊，不值得。好啊，陪妈妈坐会儿。嗯。儿子。你说昨天晚上，观众能信吗？我觉得大部分观众都应该相信吧。可我还是很担心，那个叫秦斌的女孩是不是你朋友啊？是啊。这个丫头挺聪明，胆儿也够大的。没想到最后来了这么一招破釜沉舟，反败为胜。够厉害，妈妈。那这么说，考验选手的那一个环节，真的就是个救场啊？自从你跟我说过这事儿以后啊，我最近都没睡好觉。我好好想了一想，干脆做个人情，来个顺水推舟。秦斌这么聪明的女孩，不会见好不收的。儿子，你是不是觉得妈妈有点儿……没有了，妈，真没有。梦妮儿，怎么没看见梦妮儿出现在比赛现场啊？她退出了。退出了？在主办方找了她几次之后，她对我说，她经历过了，她也看到过了。他不认同的游戏规则，他放弃。这丫头，哎，这个不是那个选秀冠军吗？是啊，这也算是一马成名。
你说现在这个选秀节目各种奇葩都有啊。有请我们的丽小姐有请。媳妇儿干嘛呢？去！你干什么紧紧张张的？吓死我了！你吓死我了！不知道吗？现在有好多记者来我们家采访，没有人跟着你吗？你现在是大明星了。哎，那你出门上街的时候，要不要戴墨镜、戴帽子什么的？我妈跟你想的一样，这不上街买去了吗？你妈不在。媳妇儿，你看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啊？当当当当。戴上试试。怎么样 ？Beautiful。警察看见一定抓你。讨厌。媳妇儿，你说以后要是咱俩一块上街的话，是不是也得像贼那样东躲西藏、东看西看的？你又不是明星，你躲什么呀？你是明星啊，我是你情人，明星和情人在一块就有绯闻。狗仔队不都靠这活着吗？谁说你是我情人？我认识你是谁呀？哎呦喂，哎呦喂！中了状元想当陈世美不是？我可告诉你啊，我秦香莲抓你死都不放手。这字儿写的太难看了，媳妇儿，我跟你说，你妈有时候挺逗的。你说你当明星，她练什么字儿啊？谁说是我妈写的呀？不是，这屋里还有谁呀？难道你写的？不能啊，你字儿我认识啊，没这么难看呀。真是你写的？小人眼拙，艺术签名。不懂就别瞎说。哎，江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感觉秦斌他整体形象和气质都挺搭您这款包的。尤其是这条。对。江总。啊，秦小姐你好。您怎么来了？江总，那您跟您的代言人先聊着，我们出去先准备一下。请坐，秦小姐。我已经欣赏半天你的照片了，让您见笑了。不，恰恰相反，很职业，很漂亮。哦，对了，我得祝贺你获得海州女儿的冠军。谢谢你。我真的很荣幸，刚来海州，给我做代言的模特竟然是选秀冠军。您也看比赛了？看了比赛的全过程。秦小姐真的很漂亮，而且聪明，更加勇敢。你也别夸我了，我那儿也是破釜沉舟。但是不是所有女孩都会有这样的勇气的。我上次送你的包吗？我还想跟您说对不起来着。不，您送给我那个包，被我妈买菜弄脏了。那这款包是你自己买的？如果秦小姐喜欢的话，有时间可以去我们店里挑几款你喜欢的包。啊，不用了。秦小姐，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。
您说吧。如果方便的话，我今天可不可以请你吃个饭？一是为了庆祝，另外呢，我要感谢你为我们产品做代言。如果不方便的话，那就改天。也不是不方便，我得给我妈先打一电话。